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8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约书亚记22章21节到34节，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怜悯。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应当遵守的，违背上帝诫命的，就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以及苦难。特别是选择敬拜偶像的人，不但是无法得到偶像的保守，也因为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也失去了上帝的保守。吕遍人、迦得人以及玛拿西半个支族的人被质疑，因为他们在约旦河东岸的外邦地区，又建筑了外邦形式，或是说在外邦建筑了非常大的祭坛，在约旦河岸，然后就被质疑是为了敬拜偶像。后来他们的回答是为了敬拜上帝，也得到了祭司非尼哈以及众领袖的谅解。约书亚记22章21节到34节记载了吕遍、迦得和东玛拿西支族的人回答定居在西岸支族的族长们：上帝是大能者，他是上主。上帝是大能者，他是上主。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，我们也要你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背叛上主，不忠于他，你们就置我们于死地吧。如果我们不遵从上主，自己去造祭坛，在上面献烧化祭、素祭或是平安祭，愿上主亲自惩罚我们。事实不是这样，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怕将来你们的子孙会对我们的子孙说，你们跟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他以约旦河作为我们跟你们吕遍、迦得人之间的界限，你们跟上主没有关系。那时候你们的子孙恐怕会禁止我们的子孙敬拜上主了。所以我们造了一个祭坛，这一座祭坛不是为了要献烧化祭或是祭物，而是在你我之间以及世世代代作为证据，证明我们确实在上主的圣幕里献了烧化祭以及其他的祭物和平安祭。我们敬拜他，免得将来你们的子孙说，我们的子孙跟上主没有关系。这是我们的主意。要是将来真的发生了这事，我们的子孙就可以说，看啊，我们的祖先造了一座祭坛，跟上主的祭坛一样，不是要献烧化祭或是其他的祭物，而是要在你我之间作为证据的。我们绝对不会背叛上主，或是造祭坛去献烧化祭、素祭和其他的祭物，违背他。除了在上主我们上帝的圣幕前的祭坛外，我们不造任何祭坛。祭司非尼哈和他在一起的10个首领，就是定居在约旦河西岸各支族的族长们，听到了吕遍、迦得、玛拿西支族的人所说的话，都满意。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对他们说：现在我们知道上主在
也与我们同在。你们并没有背叛他，因此你们救了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不至于受到上帝的惩罚。于是非尼哈和首领们离开了基列地的吕遍人和迦得人，回到了迦南，向以色列人民报告。以色列人民都很满意，并且赞美上帝。他们不再提起要破坏吕遍人和迦得人所居住的土地了。吕遍人和迦得人说：“这座祭坛向我们作证，证明上主是上帝。”因此，他们叫做这座坛为证坛。这原本是一个误解的事情，经过了彼此交通之后，就得到了接纳。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以及上帝的慈爱，让全以色列得到保守。正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，上帝不但以他的慈爱来爱人，不分种族，更是全世界的上帝。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13节，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话。接着，耶稣对他的门徒：“假如你们当中有人半夜里到朋友家去，对他说：‘朋友，请借3个面包给我，因为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家，我没有什么东西好招待他。’假若你的朋友从里面回答：‘别打扰我，门已经关上了，我和孩子们也上了床，就不能起来拿什么给你，怎么办呢？’我若告诉你们，纵使他不因那人是因他的朋友而起来拿面包给他，也要因那人一再恳求而起来，把他所需要的给他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找到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那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找到，敲门的门就开了。你们当中做父亲的，有谁在儿子要鱼的时候拿蛇给他，要鸡蛋的时候拿蝎子给他呢？你们虽然邪恶，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那么你们的天父岂不是把圣灵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？是的，上帝是慈爱的主，他是寻找就找到，敲门就开门，祈求就得着恩典的上帝。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上主看顾义人，垂听他们的呼求，但是他敌对作恶的人，他们一死就被人遗忘。义人呼求上主，他就垂听，他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，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。义人遭遇许多患难，但是上主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上主保全他这一根骨头，连一根骨头也不被折断。罪恶使作恶的人死亡，憎恨义人的要受惩罚。上主要拯救他的仆人，投靠他的人免受惩罚。恳求主赐下怜悯给我们，正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应许。求主帮助我们坚持的跟随，诚心的敬拜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